今集咧要講兩單嘅犯罪新聞，咁啊第一單咧，我覺得咧我自己個人上就比較同情少少嘅，咁啊第二單咧就要睇下佢發生咩事，咁啊做啲咁嘅嘢啦。咁啊第一單先啦，咁啊話說咧就係咧山景村啊，之前咧有一個中年男士啊，咁啊因為財困啊，咁樣諗住咧攬住屋企咧一鑊熟啊，咁啊被告咧企圖謀殺，因為臨尾咧懸崖勒馬，咁啊今日咧就判決咗啦。咁啊判佢咧入獄5年4個月。我哋一齊睇下呢件不幸嘅家庭事啊。咁啊屯門山景村咧某一個單位咧前年發生一個燒炭企圖自殺案，當時45歲嘅患中度抑鬱嘅男士咧，因為生意失敗欠債近90萬，突然間計劃咧就全家咧煮一個最後晚餐，咁喺個湯麵同埋珍珠奶茶入邊咧加料，同埋咧即係迷暈咗屋企人咧就諗住燒炭，令到咧佢太太同埋3個女咧就紛紛入睡。咁啊最終咧佢就唔想咧即係大家一齊，因為佢咧攬住一齊香啊，咁所以最後咧懸崖勒馬，咁啊淋熄咗啲木炭之後咧離家出走，咁但係都驚動咗消防員啊同埋警員啦。消防員接報到場咧，發現單位已經打開咗門窗，妻女咧即係3個女同埋個太太咧就好彩咧清醒送院治理啊。無業男咧早前承認咗4項企圖謀殺嘅罪名。法官咧尤德康咧表示咧呢件咧係一件家庭嘅悲劇嚟嘅。咁嚟講咧，被告因為欠債同埋抑鬱咧一時愚蠢之下犯案，咁啊鑑於咧佢重犯嘅機會低咧，已經獲妻女嘅原諒，咁啊最終咧判咗佢入獄5年4個月。咁我哋睇睇具體嘅案情。45歲嘅被告啊黃柏廷啊承認咧4項企圖謀殺罪啊，即係話佢咧喺2024年嘅6月25日喺屯門山景村景樂樓某一個單位咧企圖謀殺佢姓梁嘅太太同埋3名姓黃嘅女兒。由官判刑嘅時候話咧，被告有計劃咁咧將安眠藥就投入咗呢個珍珠奶茶，皆因被告面對咧追債者嘅纏繞啊，認為自己深陷困境咧先會做出一個錯誤嘅決定。本案咧係一場悲劇，幸好咧被告臨埋勒馬啦，妻女亦都冇一個永久性創傷。被告亦都顯示咧被告咧愛護家庭同埋妻女，被告咧願意接受治療同埋跟進自身問題。儘管咧被告行為可惡啊，違反對前妻嘅誠信，但念被告嘅遭遇不幸，生活充滿挫折，最終判刑咧係5年4個月。法官咧判刑之後咧鼓勵被告嘅女咧，見你哋咁努力生活，我都好感動，好佩服。指佢哋年紀上咧前面嘅路咧唔易行嘅，而被告咧過去亦都係一個好父親，不斷工作咧維持家庭，勸佢哋咧要互相支持，唔好放棄。由官及後激勵咧，被告話：你一生係唔容易噶啦，餘下嘅路咧都唔會容易噶啦。為被告咧並非獨自面對難題，有不離不棄嘅親人支持被告，成為被告嘅最強嘅後盾啦。法官咧引述被告嘅背景話咧，被告曾經任職過保安同埋巴士司機工作。案發嘅時候咧喺餐廳幫屋企人做嘢。被告愛惜3個女，對家庭十分負責任，但係佢性格內向同埋患有抑鬱症。被告因遭朋友欺詐咧，欠咗成100萬嘅巨額款項，深知無力償還，同時咧要應付租金同埋生活開支。喺案發當日咧，被告同埋親人咧亦都收到追債者嘅滋擾信息，深感絕望同埋崩潰啊，難以應付呢種沉重嘅壓力，因此咧就有一個念頭係一死了之啊。但被告認為咧，假如自己即係走咗咧，妻女就要獨自承受追債信息，故此咧喺萬念俱灰一念之間咧，就決定一同赴死。為被告咧案發之後咧就懸崖勒馬，將炭火咧淋熄同埋打開門窗。被告之後咧就喺青山醫院接受治療嘅。由官咧喺引述被告心理同埋精神科報告話咧，被告咧係深受抑鬱症嘅影響，對生活係感到絕望，曾經出現呢個自我輕生嘅想法傾向嘅，錯誤以為咧死亡係唯一咧解決問題嘅辦法。但被告患啦之後咧接受咗一個適當嘅治療，加強對抗壓能力嘅認識同埋處理問題方法嘅自我反省，佢嘅心理狀況咧已經穩定啦，再冇咧出現咧一啲自我摧毀嘅傾向啦，重犯機會低。醫生咧認為佢唔需要強制性嘅住院治療嘅，建議日後咧持續接受輔導。至於被告嘅太太咧嘅創傷報告顯示咧，而家應該可以翻返去原本嘅正常生活㗎啦。
亦都咧明白到咧被告係因為財困咧而深受壓力先做錯，深信咧被告會悔改嘅。至於佢3個女嘅創傷報告亦都顯示咧，佢哋嘅身心咧係冇一個永久性創傷嘅。於是咧辯方求情話咧，案發時咧被告精神薄弱，因而咧出現一個錯誤嘅想法。本案咧係一單悲慘嘅事件啊！佢嘅妻女亦都願意咧原諒被告，望被告咧能早日翻屋企嘅。睇翻再資料咧，都其實佢屋企都有個幾即係唔同嘅情況噶。被告黃柏庭咧，2013年咧就同呢個太太咧離咗婚嘅。咁去到2024年初咧復合。案發當時咧，呢個太太同佢咧就有3名女啦，咁啊分別年齡大約13至16歲，一家5口咧住喺屯門呢個山景村啦。喺2024年嘅6月26日咧，早上嘅6點鐘咧，消防員就接報到場救火，但係當時咧大門同埋窗戶咧已經打開晒啊，入邊咧就冇呢個煙霧啊，同埋呢個火勢噶啦。妻女4個人咧都係清醒，可以正常對答。至於飯桌上啊、客廳啊、走廊地面啊、睡房門口地面啊，都有啲燒過痕跡。咁啊，廚房嗰個星槽咧就有啲木炭灰啊，不鏽鋼咧亦都個碗入邊咧都裝咗啲水啊，同埋木炭灰。警方嘅時候咧就喺現場咧執到一啲湯麵啊，同埋啲珍珠奶茶嘅，同埋啲碗啊、木炭啊嗰啲攞去化驗，咁證實咗入邊咧有一啲抗抑鬱藥啊，同埋安眠藥咁樣嘅。咁啊懷疑佢哋食咗之後咧就係即係失去知覺之後就證實咗咧中咗一氧化碳中毒。咁其後咧醫療報告亦都顯示咧呢個被告咧喺2021年已經有一個中度抑鬱，需要用啲處方藥咁樣噶啦。被告咧喺2024年嘅6月27日同埋28日咧進行2次嘅警戒錄影會面咧，佢就話咧當時佢嘅食品分銷業務咧經營困難，曾經向財務公司借咗60至70萬，亦都向朋友借咗20萬。佢無力還債，又怕咧啲追債嘅人會搞到佢妻女，於是咧就決定一鑊熟。但係咧其實當時咧佢妻女係未受呢個追債者騷擾噶。咁同埋咧，佢離開嘅時間咧，當時係凌晨2點鐘離開，但係消防到場咧就大約6點到。換言之咧，即係其實咧係佢淋熄咗啲嘢之後，應該係屋企人發現應該有燒過痕跡，所以去報警咁樣。咁啊，幸好就呢單案件就冇搞出人命啦，同埋都係判咗5年幾咁啊，坐埋即係好快，可能3、4年就出到嚟。咁希望我哋一家團聚啦。另外咧就要講一單咧就風化案咁啊，非常之咧需要認真重視嘅。咁啊都係前2日發生嘅，但係咧今日警方又再交代詳情。咁啊旺角登打士街咧一間咧女僕嘅咖啡廳咧就發生咗一個懷疑風化案。咁啊男負責人咧就35歲，咁啊被捕。警方今日咧表示咧，相關嘅被捕男子仍被扣查，同時咧就檢獲咗一啲兒童嘅色情相片，案件咧就交俾旺角警區重案組跟進嘅。咁啊初步知道咧呢個受害嘅女童咧係女童嚟嘅，14歲嘅啫。咁啊少女喺案發地點工作，首先咧唔講話係做啲咩工作啦，14歲已經係童工已經唔得啦。OK， 咁咧呢位少女咧就喺8月14號咧接獲報案，即係佢去報案。就話自己喺8月7號同埋8月11號咧，就分別喺旺角登打士街呢間餐廳俾人非禮。旺角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喺8月15號咧喺餐廳入邊咧拘捕咗涉案嘅35歲本地男子，涉嫌咧猥瑣侵犯年齡在16歲以下嘅女童。警方同時亦都檢獲一啲咧兒童嘅色情照片。呢名咧被捕男子同時咧涉嫌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滿16歲嘅人咧，以製作色情物品被捕。被捕人咧，而家現正被拘留調查，話非常之恐怖呢啲。第一咧，女僕餐廳當然知道大家可能有啲咁嘅趣味，咁尊重嘅，但係咧，如果你發覺呢啲餐廳好似請一啲童工非常之唔合理啊，希望你哋挺身而出，因為咧唔知道呢啲咁嘅餐廳會利用呢啲小朋友咧去做一啲其他嘅嘢。即係如果你話喂我純粹 cosplay 啊嗰啲正常嘢，咁可能佢係16歲以上或者即係過咗童工年齡，咁當然無可厚非啦。但係如果你覺得佢喂超唔夠稱，請你哋咧伸出援手去講一講。你嘅講一講好簡單，但係咧對一個小女孩嚟講，可能就唔需要咧受到人哋嘅糟質啦。咁呢次新聞就報道最後咧，阿老呼籲大家咧可以加入我嘅社交媒體，以防咧到時咧
YouTube 有咩問題咧，都可以再 follow 翻我。咁另外咧，歡迎大家幫手睇廣告啦、訂閱啦、撳鐘仔啦、俾 like 啦、留言 share， 亦都可以透過 PayMe 啦、Alipay 啦、Buy Me a Coffee 同埋轉數快咧，或者呢個加入會員嘅 Super Fans 咧，同埋樹洞計劃支持下本頻道。多謝晒大家支持，下條片再見，拜拜。